Hello，各位同學，我係秦樂思老師啊。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介紹一本圖書嘅。咁呢本圖書咧叫做《運行吧！智能機械人啟動》。咁呢本圖書咧，其實主要咧係講緊咧人工智能嘅喎。你哋有冇用過人工智能咧？咁呢本圖書其實點樣俾你學識到人工智能咧？咁我而家就同你哋介紹下啦。咁呢本咧其實呢本圖書主要講緊咧有位咧小小嘅工程師，好似你哋呢種年紀嘅工程師咧，佢個名字咧叫做 Tina。咁佢有一日咧就收到一部咧最新型嘅機械人，咁佢就叫做圖靈喎。嗱，呢個圖靈好得意啊，佢竟然咧唔記得咗自己其實嚟到呢個世界嘅任務係啲乜嘢。咁於是 Tina 就帶領住佢進行一個冒險嘅旅程啦。咁呢本圖書入邊咧係介紹咗好多有關於機械人嘅知識，咁佢係用一個好生動有趣嘅語言去講嘅。例如咧，秦老師俾其中一頁同學睇下。你見到咧，佢係介紹咗原來咧機械人咧係分為3種嘅。佢有啲巧手嘅機械人咧，能夠咧轉化為物料同埋製造東西，亦都有啲勤力嘅機械人咧係會為人類服務，同我哋人類溝通嘅喎。仲有啲好勇敢嘅機械人咧係能夠探索一啲深不可測嘅地方。咦，你見唔見我頭先講咗3類機械人？呢3類機械人喺我哋日常生活都成日出現嘅喎。你又見過啲乜嘢機械人呢？至於講到人工智能啦，佢亦都講到咧，其實人工智能咧係點樣去學習嘅。原來咧，機械人同我哋個腦袋一樣咧，係都需要慢慢去學習嘅。例如啦，佢曾經有講過咧，佢同我哋腦袋一樣咧，佢都係需要咧有一個咧。有一個神經元嘅網絡嘅，你見到原來就係機械人就係慢慢去學習，慢慢去反覆學習，先可以成為而家咁叻嘅機械人。咁所以咧，你哋都要好似咧圖靈一樣啦，佢都係不斷去學習，不斷去學習，成為一個咁叻嘅人工智能機械人。咁你哋咧都要不斷去學習。咁如果你有對人工智能有興趣嘅話，都不妨嚟圖書館去借閱呢本圖書。